中小企業啊，或者任何一個公司，我相信佢哋都係好 cost effective 嘅呢件事已經，都可能未必需要一個 marketer。我係 Nicky，咁就我本身做緊美容護膚品供應嘅呢個 product，我覺得佢已經係自己可以讀取到我而家個品牌啦。我嘅產品資訊啦，因為我產品資訊已經喺我嘅 website 上邊啦，咁佢大概已經讀到我嘅文字資料係咁樣。咁而家我試下先 base on 呢個產品圖啦 ，OK， 咁就寫一個 social media 嘅文案啦，咁樣。我揀咗喺 Instagram 啦呢個平台，咁就佢有3個idea 俾我，已經係好香港 feel，即係基本上差唔多你可以直接用㗎。咁就係啦，即係出咗文字之後咧，就可以直接click design 呢個 skills 啦。我自己就中意簡潔啲，我見佢係用 Nano Banana Pro， 一次過就出咗4張圖俾我揀啦。咦，犀利喎，仲有埋日文添喎。你哋係有啊，因為我有落日文嘅。真係由你 idea 到出 post，你覺得會 take 你幾多時間？半個鐘內乜都得啦。中小企業啊，或者任何一個公司，我相信佢哋都係好 cost effective 嘅呢件事已經，都可能未必需要一個 marketer。我以往嘅經驗係你最花時間就係同佢哋 briefing 咯，一路講我想要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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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完晒之後就係佢出嚟都係唔啱嘅。個客人用我哋嘅產品去同我哋訂嗰貨啦。訂咗呢個產品，你有冇啲唔同嘅 design 俾我哋去做 marketing 啊？咁啊，我有晒呢啲所謂嘅懶人包，佢就直接就用啦。呢個又另一種 B to B 嘅 user friendly。普通一個同事，只要佢能夠用到中文打字嘅，OK，佢喺一個系統度做晒就得㗎啦。